人生猶如幻中幻，塵世相逢誰是誰？父母未生誰是我？一息不來我是誰？呢首詩係宋朝中峰明本禪師所寫嘅。每一個人嘅生之前死之後是誰呢？生命之謎從古至今一直都係一個疑惑嚟嘅。但係好多人喺未搞清楚生命係點一回事嘅之前呢，就轉入咗塵世，渾渾噩噩咁過咗一生。有啲人一生營營役役喺名利事業感情嘅紅塵白浪之中沉浮，但係最後生不帶一文而來，死亦不帶一文而去。所謂人生猶如幻中幻，塵世相逢誰是誰？父母未生誰是我？一息不來我是誰？即係話父母未生我之前，邊個係我呢？我喺邊度呢？一息不來，呼吸停頓，當我死後，我又係點嘅呢？想揾到呢啲問題嘅解答，係要從我哋嘅內心思維開始嘅。我哋係要遠離執着物欲嘅妄心，好似禪師咁參念佛是誰一樣，反問自己，究竟我是誰呢？有一位近代禪師曾經留下一段雋永嘅故事。佢參禪追尋咗真理幾十年，一無所獲，但係佢不斷咁參一句疑情：我是從哪一個世界來嘅呢？有一日，佢走過市場，遇到一個賣蠟燭嘅小孩子。當時小孩點亮咗一支蠟燭，顯示俾顧客晶亮嘅燭光。小孩向佢叫賣啦：先生，幫襯買蠟燭啦！禪師心血來潮就問啦：呢支蠟燭係唔係你點亮嘅呢？係啊，先生。如果你能夠回答我一個問題，我就全部買晒你嘅蠟燭。咁呢個小孩就欣然同意。禪師就問啦：本來蠟燭係冇光嘅，然後你將佢點着咗就有光，請你話俾我知，光係從邊度嚟嘅呢？小孩莞然而笑，不慌不忙咁將蠟燭吹熄咗，然後反問禪師啦：而家冇咗光啦，請你話俾我知，光走咗去邊呢？禪師言下大悟，佢從來冇想到一個賣蠟燭嘅小子會成為幫助佢開悟嘅一位貴人。